大家好，我係沙斯台。我今日要嚟介紹嘅車就係 EU9551。呢架車點解會無端端出現呢？實係為咗慶祝源宜學院第一中學45周年嘅校慶。雖然45周年校慶已經完咗成3個月啦，但我都要同大家講下，其實係點樣影到 EU9551，就係完成8個遊戲就可以換到1張券去睇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嚟睇下 EU9551啦。呢個就係車頭，上面個牌寫住石籬2個字，同埋路線45，絕對唔係真係嗰個45路線啊吓。呢架車嚟自九龍灣車廠。呢個係太平門開關，呢個係側牌，上車門同埋落車門都係比依家嘅窄啲。車上嘅樓上樓下座位同埋企位數目，車入邊嘅座位係以啡色起做嘅凳，長凳上面擺咗一啲相片。上面突咗出嚟嘅係冷氣機出風口，呢個係落車門，呢個係電鐘，上樓上睇下先。樓上個座位係以3+2嘅方式排列，前面有個前望鏡，咁 EU9551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啦。最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我哋下集巴士介紹再見。